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2022中区热血团胜赛，连续2天，伫台中雾峰的俱乐部球场来举办，有107个高手来参赛，要甲俱乐部这个运动甲传承落去。伫雾峰高尔夫球场登场的2022中区热血团胜赛，吸引107位选手报名参加。这个天公作美哈，天气非常的晴朗哈，然后这个顺利的把这个比赛打完哈。2022中区热血团胜赛总共2天，伫雾峰高尔夫球场登场，进行2回合的36洞比赛。但今天要谢谢那个雾峰球场提供一个这么好的环境，然后也要谢谢协会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来这个球场跟这是那么多的老师这样切磋，然后这2天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，然后真的非常值得。主办单位讲，中区热血团胜赛每年会加入青少年业务组互相学习，而且卖继续来传承高尔夫的运动精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